好，歡迎大家翻到嚟2026嘉里建設呈獻 Hockey Five 5人冰球錦標賽。咁即將上映嘅就係 Asian West Final Kung Pao Kings 對 TBC。咁講一講下佢哋嘅晉級嘅路線先。咁KPK 喺 Semi Final 咧係以3-2贏咗 Maria Hawks。咁另外 TBC 咧就0-1 OT 咧贏咗 Macau 嘅。咁兩隊咧都有大部分都係以 KPK 嚟講先啦。咁大部分球員咧都係有外籍啊，或者有本地球員喺入邊嘅。咁而 TBC West 咧就主要係本地球員為主嘅。咁頭先Jason 話齋啦，咁 Kung Pao Kings 咧都有幾名有一半啦，大約係菲律賓籍嘅球員嚟嘅。咁亦都有中國啊，甚至加拿大啊、美國啊等等，泰國都有嘅。咁係一個聯合軍啊。咁對翻呢邊TBC 咧就係一個非常之 local 嘅一個球隊啦。咁基本上所有成員咧都喺香港本土打波嘅。咁睇翻呢個比賽咧。咁都係一個相信係一個幾精彩嘅一個比賽嚟嘅。咁兩邊隊中有冇啲特別可以睇下嘅球員呢？咁我哋睇翻啦 ，Asian West 嘅球員啦。好，咁比賽咧即將開始㗎啦。咁我哋睇下頭先咁講啦，就 check 翻啲數據啦。咁見到其實可以留意翻分別係Kung Pao Kings嘅30號嘅 Matt Lee 啦，又或者6號嘅 John 啦。咁都係喺呢個過咗呢個One Robin 之後咧，分完組之後咧，都係負責去入波或者 assist 咧，帶領呢個Kung Pao Kings入到呢個 final 嘅。咁另一邊咧TBC 咧就比較平均啦。咁入球唔多，但係咧每個球員咧都有佢自己嘅貢獻嘅。咁 TBC 就可以留意下24號嘅 Hugo Frank 啦。咁佢都有啱啱 Semi 到一個入波嘅。咁仲有21號嘅 Griffith 係啦，21號嘅 Gaffino 啦，係啦，仲有10號嘅 Frankie 啊，都係喺分組賽嘅時候咧都有進帳嘅。咁比賽開始啦，咁右攻左就係黑色衫嘅Kung Pao Kings，左攻右咧就係灰色衫嘅 TBC 啊。咁你見到咧一嚟就已經頭先講嘅6號一個進攻啊，起手短短11秒Kung Pao Kings 6號John就已經有一個入球啦。咁留意到TBC 後防有一個失誤咁6號就把呢個機會就入咗第一球啦。見到咧要中間6號 drive 入去龍門口，用手非常之純熟嘅技巧，用手擋住嘅23號落嘅一個防守跟然後去進攻。咁呢度入面終於到 TBC 入到入面鬆42號落傳出嚟可惜冇人攞到波。如果你係Kung Pao Kings呢度啦，轉身 Keith 一個傳過嚟呢度傳波，出到去24號Hugo Fan 搶到波，仲有一個盤扭可惜咧有少少碰撞，不過唔緊要。呢度睇翻21號 Gaffino 傳去中間，可惜呢度傳一個接波嘅失誤令到呢個波出咗進攻區，需要全部球員咧出翻晒嚟先可以再入去進攻。咁11號Donald Chow 傳俾呢邊21號嘅 Gaffino 打翻波入去。頭先呢個黑色衫30號 Matt 呢就係頭先所講咧都係值得留意嘅球員啦。呢度嘗試傳去中間一個傳中可惜
並唔做唔到十分威脅。呢度傳過嚟中間，咁啊呢啲分零鐘啊都見到 TBC 啊都有幾個唔入，都幾入肉嘅一個進攻喎。可惜呢度傳咗個失誤，一個比較打出嚟，會唔會挨成嘅情況咧？哦，係冇嘅。好啦，傳出嚟咁空跑經就唔客氣啦，即刻咧入嚟搶你個波，然後睇下可唔可以中間咧有人 support 到射門啦。咁啊 TBC 都盡量咧都將個波喺喺佢哋嘅側邊嗰度咧去解圍啦。傳翻嚟中間呢度揾緊波喺角落頭，幾下碰撞啦，嘗試解圍啊 TBC， 但係都傳到出嚟嘅勉強。但係呢個波仍然喺空跑 Kings 嘅一個手中啊！呢度傳入去非常之咁有呢個 sense 啊！先攞身位咧，後攞波。你見到啦，兩位球員啊，雖然速度唔算話真係好快，但係起碼咧都會咧用佢哋嘅身體啊去保護住個波啊！呢度空跑 Kings 75號球員啊，一個 cycle 打翻嚟嗰頭到呢邊。兩邊嘅一啲傳送啦，依然係冇人接應到嘅。呢度傳過嚟91號嘅 Johnny Kwok 大波上嚟傳過嚟側邊，可惜啊，都仲係可以保護到波嘅。想傳翻去後面，點知冇人 support。TBC 呢度11號 Donald Trout 換一個，球證旁證舉咗手啊！呢度係一個 offside。咁啊，睇到啦，比賽短3分零4分鐘啦，咁咧其實都多係有進攻嘅機會嘅兩邊都。側邊傳過嚟 Hugo Fan 一個 drop pass 傳俾個 Fano， 可惜啊有少少配合唔到啊。一個盤扭，一個施射，咁啊守門員擋出啊，咁啊但係仍然係 TBC 一個進攻嘅，咁啊一個傳波失誤啊，KBK 喺個籃線前。呢個77號 Apple Wong， 亦都係現役咧女子隊嘅球員嚟嘅。咁個波落嚟，11號嘅刀抄喺龍門後面嘗試做一個傳送啊，可惜啊俾KBK 球員截停到一個 turnover， 非常之咁勤力啊，刀抄76號莊芬多嘗試將個波帶入去鬆度，可惜咧冇呢個機會。有一支球桿斷咗啊，所以咧見到咧冰上面有一支斷咗球桿咧，因為啦球員啊打緊比賽嘅時候咧，如果揸住咧一支斷嘅球桿繼續比賽咧係一個犯規嚟嘅，因為用緊一個 illegal equipment。睇翻呢度先，跳個飛呢度一個飛球嘅機會，傳過去中間一個盤扭，哎呀可惜啊呢度，如果呢個咧扭過咗咧，就基本上係一個無人可以阻擋嘅一個機會。呢度傳過嚟。25號 West Tom 傳翻去中間，可惜冇人接應啊！呢度30號 Manly 側邊傳俾呢度70號莊芬多，可惜啊！太過快入鬆咧，造成一個越位。咁喺 TBC 站穩陣腳之後，其實雙方都互有攻守啊。咁雖然咧見到有幾個傳球上嘅失誤啦，但係咧其實個比賽嘅節奏咧都幾快嘅其實。咁啊個 face off 咁啊 KBK 嘅長區度，咁啊 TBC 仍然係壓制住緊佢哋嘅。喺龍門後面一個傳波傳上去中間，咁啊冇人接應到啊，暫時仲跌低咗。係啦，就應該球證一個吹罰啦，一個 tripping。咁而家 TBC 咧就會有2分鐘呢個5打4嘅優勢啦。咁睇下佢哋有冇個可能咧，好好利用呢個2分鐘追翻呢。一開始比賽啊10零秒失咗一個失球，因為始終咧我哋見到呢幾分鐘咧，其實 TBC 嘅攻勢都係有嘅，咁咧就唔希望啦淨係一開始10幾秒失咗個球咧，就直到完場啦。好，呢度非常之勤力啦，傳翻去另外左邊有一個。話呢個美妙嘅傳球傳俾側邊11號嘅 Donald Chow， 打翻俾上面 Hugo Fan 嘗試一個施射啊，製造一個混亂啊，但係俾人截到傳過嚟中間，會點做咧？都係一個傳去中間啊，可惜啊中到咧 KBK 防守球員嘅 skate， 打翻出嚟後防區。23號 TBC 球員阿樂
喺中間大波，嘗試咗個傳球，呢個少少嘅失誤啦，但係都仲個波仍然，哎呀可惜啊呢個啊太過唔集中啊，將個波咧打咗俾 TPK 球員，傳過嚟中間呢度，有冇可能一個施捨一個 drop pass 傳俾呢邊，一個起手，哦 KPK 守門員咧反應非常之快啊！咁你亦可以留意下 KPK 嘅守門員啊 ，King Ho 啊，亦係前香港代表隊成員之一。呢度一個好遠嘅傳送，傳俾右邊，李曉 fan 亦都咧 TBC 嘅球員咧要爭取時間換人啦，傳俾呢邊又俾翻中間 Cavino， 帶俾側邊，可惜啊，俾 KPK 球員接到波，但係個波仍然落喺 TBC 嘅手下。嗱，我見到咧，其實 TBC 咧斷斷續續啊，都攻咗，其實都3、4、5分鐘嘅咯，都仲未一個入肉，呢度係一個失誤啦。咁其實睇到KPK 雖然係打少個啊，但係佢哋嘅 forecheck 都幾進取喎，去到藍線或者紅線度。好一個傳中間，非常之唔通透啊！傳俾個究竟會點樣 set up 咧？傳俾側邊會唔會又係揾中間呢？冇錯啊！但係可惜中間冇人接應，喺龍門後面啦，擾攘一番都係咧要將個波 cycle 打翻來嗰頭。呢度一個傳送，中間有冇人？哎呀，爭少少接到波，突圍嘅 KPK 嘅5號球員啦，即刻突圍出嚟，諗住做一個 turnover 啦 ，Daryl 啊，可惜啊呢個冇機會。呢側邊起施射，個波仲未吸住喎，仲係仍然喺 KPK 防守區。TBC 派出2個球員去嘗試去 forecheck， 攞唔到，可惜攞唔到個波啊！而家 KPK 都有少少時間咧揾翻陣腳，慢慢嚟睇定啲，呢個轉身。可惜 TBC 嘅球員呢非常之咁aggressive進取。呢度30號嘅 Melly 喺中間兜咗幾個，嘗試滿中一個施射，可惜啊，唔中後門。呢度嘅解圍俾側邊，可惜 TBC 球員接唔到呢個傳球。KPK 6號嘅球員個打板傳咗去前邊，咁啊冇挨成嘅。咁但係仍然係俾翻 TBC 嘅球員攞到啊！咁嘗試一個左路向前，但係好似有球員喺藍線前啊，驚 offside，所以就甩咗個波啦。仍然 TBC Donald Chow 而家喺中間諗住一個 backhand pass 啊，但係可惜俾人攔截咗。但係啦，又一個 turnover 啦 KPK。好2打1，呢個射波。守門員擋出，仍然喺 TBC 嘅防守區度啊！係啦，嘗試一個 break out， 但係傳唔到啊！咁球證舉手嘅，但係 KPK 嘅防守球員攞咗波，所以就冇挨成嘅。咁有少少碰撞，但係冇犯規嘅。TBC 做個 break out， 但係可惜接唔到，但係前面嘅進攻球員入咗去左邊傳中，但係俾人截咗啊！但係仍然一個 point shot， 但係射唔過嘅防守球員。喺門前有一個機會施射，但係俾守門員擋出。一個 offside 啊！冇錯啦，睇嚟個波咧頭先咧喺呢個解圍嘅時候，出咗藍線啊！好呢邊，裁判吹咗個埃城呢個非法解圍啊！睇嚟咧 KPK 嘅球員咧喺未過紅線咧就將個波咧打落人哋底線啊！咁啊令到捉翻一個埃城。唔係喎，睇嚟咧應該對一個 linesman 咧就冇挨成嘅，但係另一個球證就吹咗，所以就會喺中間開一個 face off 啊。咁有少少溝通失誤啊。咁唔緊要，咁繼續比賽繼續。第一節比賽時間就1分鐘，都係見到 TBC 咧喺嗰頭，依然係呢個6號啦，頭先講嘅 John 啦，咁樣啱啱入波功臣喺側邊攞到波，會點呢？嘗試將個波揈去中間睇下有冇人啦。哇！呢度咧有少少 stick 嘅碰撞啦，球證有冇指示咧？冇表示喎。一個 cycle 打翻落去嗰頭。由91號啦 ，TBC Johnny Cole 攞到波，又傳翻自己場嘅後面，又係
係啊，14號啊 ，KPK 14號球員啊 ，Ken 咋攞到個波，嘗試傳喺中間，一個好快嘅 turnover，仲有一個3打2嘅情況。叫個 friend 攞到波喺側邊，嘗試揾中間，俾呢個 high shot 嘅人起手，哦斜出啊！但係個波咧仍然仲落喺 TBC 嘅手度，嘗試打翻入去啦。結果咧俾 KPK 3號球員 Matt Lee 攞到波，一個長傳去中間，非常之穩陣啊！ TBC 嘅球員 Rich Tong 慢慢嚟打翻後面，時間完結，第一節比賽完結。咁啊 KPK 啊 Kung Pao Kings 咧，暫時以1比0啊領先 TBC 嘅。咁我哋見到啊比賽初段啊都唔係初段，其實一開波啊10幾秒啦，Kung Pao Kings 已經由阿 John 咧攞到1球嘅優勢啊，將呢個優勢咧亦都延續到啊成個 first period。咁啊，但係咧我哋見到咧剩低嘅時間咧，大部分時間都係 TBC 嘅球隊咧去做進攻嘅。咁而 KPK 咧就主要係打啲反擊啊嘅攻勢為主啊。熒光幕啦，呢個75號啊 Kung Pao Kings 75號啱啱施射球員啊 Angus 啊，August 係一個泰籍嘅女子球員嚟嘅。係啦，咁我哋見到啊 Kung Pao Kings 嘅球隊咧係非常之有合作精神啦，因為佢哋咧雖然有唔同國籍啦、唔同地方嘅球員咧，一定可以咧喺呢個比賽啊總決賽裏面領先1球啊！好，咁啊第2節即將開始，有一個 face off， 咁喺中場有個混戰啊，咁啊 KPK 攞到打咗去前場，咁啊繼續逼搶緊嘅，咁啊喺龍門後面，咁啊6號保護住個波。一個 KPK 嘅防守球員喺藍線前帶咗入去，但係呢個攻勢就俾瓦解咗。終於傳到波出嚟啦 ！TBC 一個2打1嘅情況，會點處理呢？一個施射，可惜啊，過唔到啊 Kung Pao Kings 嘅守門員 King Ho 嘅五指山啊！呢度咧傳翻過嚟咧，Kung Pao Kings 嘅龍門後面係一個混戰啦，傳翻出嚟。有冇隊友接應咧？都有嘅，打翻中間，冇錯啦。呢度去側邊揼入去，然後咧揾球員咧去搶佢哋。睇嚟咧呢個都係啦 Kung Pao Kings 呢個係一個策略喎，不斷咁將個波打去咧 TBC 球隊嘅後場，然後派出唔同嘅球員咧入去咧去消磨佢哋嘅體力。但係可惜呢度有少少失誤啦，兩邊都球咧都仍然落喺咧呢個咧 Kung Pao Kings 手下嘅。我喺個底線攞到波啦，揾人啊！睇下邊個喺，原來上面有一個，會唔會喺度左右施射咧？控幾下，打翻俾 D-Bang， 可惜呢度失誤，除咗中間冇人喎。Kung Pao Kings嘅守門員傾啊出嚟傳一傳個波，哎呀可惜啊！呢度有個失誤啊，造成呢個挨成。咁而家挨成嘅關係咧，就會喺 KPK 嘅防守區度一個 face off 嘅。好，咁TBC 攞到個 face off， 一個 D to D pass， 一個遠射，咁去咗 corner 隊嘅，咁仍然保護住個波，一個混戰啊，仍然未有人係可以控球。而家 TBC 傳咗去中間，一個施射，但係唔中目標啊。咁KPK 防守球員攞到個波，睇下點樣去一個反擊啦。佢轉咗2個圈，但係啱啱唔小心跣親啊！咁俾 TBC 嘅球員一個逼搶。咁KPK 喺左邊打咗上前場，但係都過唔到後衞。咁TBC 喺右路帶入去，壓咗個 corner， 咁傳咗中間，但係又係俾人攔截咗啊！咁其實 TBC 咧喺呢個進攻嘅時候咧，都好多時候去咗防守區、進攻區嘅後面咧，試下一啲傳中啊，但係暫時未有一個好有效嘅進攻。好，咁而家 KPK 喺右邊有一個去咗中間，左邊一個傳中，一個失誤，一個 backhand 射波，唔中目標，又俾翻 TBC 嘅球員啦。一個板邊傳
因為太大力啊，又被送翻俾佢28 KBK。號嘅 Janice Ho 啊，亦都係女子隊嘅成員之一。咁啊一個傳球 offside，咁啊要出翻去先。咁啊 TBC 一個11號球員喺左邊搭入去，一個施射，咁啊又係過唔到60號嘅 King Ho。但係啱啱俾人偷咗，但係個防守球員攔截咗。喺右路一個傳中啊，越門而過啊，冇人接應到。但係仍然係 TBC 進攻嘅時間。咁啊傳中啊一個失誤啊，俾 KBK 嘅6號一個個人突破去咗前邊，1打1一個施射啊，咁啊俾 TBC 嘅門將 Jim Ho 沒收。咁睇得到啦 ，Kung Pao Kings 因為 TBC 9攻不下嘅原因啦，我哋睇到咧，其實 Kung Pao Kings 都將佢哋嘅守門員前面嗰個範圍啊，都守得非常之好啊。雖然TBC 有幾次想喺龍門後面想傳波去俾中間嘅人射門啦，但係咧都揾唔到人啊，或者甚至佢哋嘅球員都俾人防守住啊。所以咧 TBC 究竟Kung Pao Kings 究竟會唔會將呢個戰術用到去呢場波係最後而保持1-0嘅優勢啊，令到佢攞到呢個總冠軍呢？咁啊睇下 TBC 究竟嚟緊咧有啲咩板斧啦，可以入到一球追和啦。咁啊啱啱KBK 一個攔截啊，但係跌低咗，但係球證就冇任何表示嘅。咁一個 D 跳 D，咁啊一個失誤啊，但係仍然有前鋒係攞翻個波，打咗入去呢個試射。咁啊 KBK 喺左路帶上去前場，咁啊傳去中間，係啦，仍然帶球喺龍門後面，過咗2個㗎啦。咁啊同一個 defense 一個 rotate， 但係一個傳波唔夠力啊，咁啊出咗藍線。咁啊又到 TBC 一個進攻啦。咁Kung Pao Kings嘅防守球員啦，後面攞到波，順勢帶波出嚟啊，清咗出嚟，俾3套 Mandy 喺前場攞到波喎，2下假動作，一個起手啊，都係過唔到啦。TBC 嘅守門員 Martin 啊，嘅吳志生呢度望一望後面，話冇人喎，都係打翻落去下面穩陣啲，即刻傳過中間，一個反手，俾 TBC 守門員啦 Martin 都沒收。咁咪見到啦，Kung Pao Kings雖然佢哋嘅攻勢咧唔算話太多，但係咧都係幾入肉嘅。始終咧佢哋咧採取一個有一球領先啦，採取一個穩守突擊嘅戰術啊。喺呢度啦 ，TBC 嘗試一個長嘅傳球啊。雖然球證有講挨成啊，但係因為Kung Pao Kings嘅球員咧冇去搶個波，所以咧將呢個挨成咧就 wave 咗。我望到呢度側邊入鬆。呢度咧有一個係 offside 嘅情況出現啊，球證吹咗。第2節比賽仲有5分鐘。KB 贏到呢個 face off 傳俾後面，但可惜又傳翻俾人啦。哇，非常之勤力啊 ！KB 呢個球員即刻就一個2打1嘅情況，可惜係傳穿咧11號嘅 Donald Chow 截停咗個波。一個反擊，一個落盤溜過咗一半啊！可惜啊，非常之勤力嘅Kung Pao Kings嘅30號球員咩啲即刻翻嚟搶翻個波。好，睇翻呢邊 Johnny Pot 傳俾中間呢度，傳俾側邊，哇，非常之有組織嘅幾個傳球啊！入中，可惜啊！一入中呢下咧有少少失誤，但係呢個波依然喺 TBC 嘅球員度，呢度傳俾上面會唔會有個施射咧？冇錯啊！可惜啊，俾77號嘅 Apple Wall 一個非常好嘅一個 block shot， 傳到側邊啊，又係 TBC 嘅進攻啊！你見到咧 TBC 其實嘅攻勢都非常之多啊，不過就唔算好入肉。呢度會有少少誤會啊，俾Kung Pao Kings 18號啊 Kelvin 攞到波，望下中間有冇人先。望傳一個好細力嘅波出嚟，唔緊要，都仲係保護咗波。呢度另外 Keep Hawk 攞到波，行中間，哇！呢個非常美妙嘅判球，佢話呢個施射可惜射俾啊！球證作咗指示，係啦，冇錯，吹罰咗咧 TBC
25號 w i s t o n 一個 Hooking 歐人啊嘅一個犯規。咁啱啱啦 ，TBC 就有一個5打4嘅機會啦，佢哋冇把握到。咁究竟咧 KPK 空拋 Kings 呢個 Power Play 啊5打4咧，究竟有冇可能為佢哋入多一球啊，令到啊佢哋呢一場比賽更加穩陣呢？咁我哋睇到啦，空拋 Kings 都仍然出咗佢哋拉溫球員啦，有6號嘅 John 啦，有0號嘅 Keith 啦，同埋76號嘅 Jonathan 咧，去打呢個 Power Play 嘅。上次截停嘅波，Jonathan Dur 將個波咧扭下揾緊，做一個 cycle 側邊截到波，傳俾中間呢度側邊 Madly 攞到波，非常之有耐性，兜去龍門後面，望一望，傳翻俾上面，都係一個上面傳翻下面，傳咗幾球啦，揾多人傳波咧，嘗試一個窄角度嘅施射啊，可惜咧個波咧即刻彈咗去個頭。後面 Jonathan 攞翻波，仲有一個 rebound，可惜個傳球錯誤俾咗 TVC 球員啊。不過咧26號嘅球員咧，因為出唔切佢啊，咁啊因為 offside 所以就冇攞到個波。幾下咧傳送啊，終於擺脱到啊 TVC 嘅 forecheck。呢度6號嘅 John， 咁啊嘗試用個速度入去啊，可惜過唔到23號嘅 lock。呢度攞到波，仍然係 power play 㗎，攞到波用咩啲攞到波，球證舉手示意，究竟係邊一個犯規咧？呢度應該係 high stick 啊。空拋 Kings 球員啊，0號球員啊 ，keep on 啊，一個犯規。咁而家咧就一個4打4嘅情況啊。傳過嚟呢度4打4，空拋 Kings 嘅球員啦，呢度放咗佢出嚟喎 ，TVC 球員係啦，呢度5號 Daryl， 可惜將個波夾硬帶喺前面啊，咁啊見到呢邊傳過 TVC 傳過去左路啊，俾當到11號嘅當出一個施射，又係 King Ho 擋到呢個波，彈咗去龍門後面，又係一個TVC 嘅球員咧都非常之起手起得多啊！呢度截停咗俾又係5號 Daryl， 嘗試一個解圍。加多一下，終於出到佢哋嘅防守區。咁啊，其實依家咧，其實啊，空拋 Kings 啊，其實係唔需要話要清走個波，因為依家咧佢哋並冇打少一個㗎。佢哋依家咧係一個4打4嘅情況嘅。咁啊，其實咧，所有 I 城咧都會依然喺apply喺依家嘅情況嘅。咁啊，第二 period 啦，時間唔夠1分鐘啦，呢度剩翻。咁咧 TBC 嘅4打4嘅情況咧，都剩翻7秒到啦。咁咧空拋 Kings 就會有一個TBC 就會有一個咧5打4嘅情況出現嘅。係啦，因為7秒之後咧 TBC 啱啱犯規球員咧就會出翻嚟冰上面，咁咧佢哋就會有個 power play。傳俾上面呢度 battle 俾呢個咧28號嘅 Janice Ho 執到個波，可惜啦。仍然俾 Hugo Fan 咧好勤力咁搶翻個波啦！呢度我嘗試起手，因為冇乜時間啦，仍然傳翻中間一個解圍。咁依家係對空拋 Kings 嚟講係冇 I 成嘅，因為佢哋而家係打少一個。咁時間仲有2秒、1秒，咁都唔做過多嘅，係啦，冇錯啦。好，咁暫時 KPK 咧仍然係領先緊1-0嘅。咁TBC 咧喺第3節咧會有一個仍然會有40幾秒嘅 power play 時間，咁睇下可唔可以把握到呢個時間去追和啦。咁我哋睇翻呢個慢鏡啦，11號當抄呢度咧嘗試一個大概一個施射，可惜咧過唔到啊，King 嘅關。呢度都係另一個比較有威脅嘅機會，攞為中間嘗試一個正手可惜啊，因為失去咗平衡啊，所以咧就未可以直接命中龍門。咁時間仲有最後12分鐘，咁究竟 TBC 可唔可以把握呢12分鐘咧去追翻球咧？因為相信觀眾都有聽過，領先一球永遠都係最危險嘅。真係俾人追和之後咧，人哋食住到勢咧，入多一球咧，咁你好快就會俾人反勝㗎啦。咁另一方面空拋 Kings 佢哋嗰個
解圍嘅一個戰術啊，究竟仲可唔可以用到12分鐘呢？因為其實佢哋用咗差唔多全場波㗎啦，因為佢哋11秒啊就已經入咗第一球。好 face off 呢度 ，TBC 贏咗 face off， 仲有一個短傳，將個波打翻去後場啊，嘗試喺後面重新組織攻勢。25號 Wiston 傳俾中間呢度，哎呀，可惜睇唔到咧。佢隊友原來咧有一個空拋傾斜嘅隊友喺隔離嚟喎。喺呢度見到30號 Mandy 行喺中間，嘗試個施石改變咗方向啊，但係守門仍然擋到。嘗試打喺側邊，又係啦，28號嘅 Janice 嘗試一個跌，哇，好危險啊！呢個 pass 都勉強過到，俾70號嘅 Jonathan Dirk 傳俾前場，可惜 TBC 嘅球員啊洞悉到佢呢個想傳波，即刻想衝出嚟搶咗波，但係仍然咧做唔到啲攻勢嘅。係啦，雖然佢哋人多打人少啊，但係把握唔到呢次機會。而家咧係5打5嘅。係啦，空拋傾啱啱犯規嘅球員已經出翻嚟啦。喺中間呢度俾一裝截咗個波，打喺前面。一個2打2會做點樣？一個 cut in 中間，然後嘗試施射啊！個波仍然彈翻嚟喺 TBC 嘅球員度，傳過 A 邊一個反擊，哇！佢哋見到全部一齊衝入嚟，可惜啊，又係一個傳球失誤啊！咁我發覺咧，其實 TBC 咧都幾多啊呢啲喺呢個中場區咧有啲傳球失誤嘅喎。咁呢個一個打入去啦，做一個 dump and chase 嘅一個戰術啦。哇！呢個碰撞咧，頭先有冇示意啊？冇嘅。咁你見到就算啊75號 August 啊係一個女將啊，都一啲都唔會遜色㗎。呢度嘗試傳到中間啦，個波彈咗後面喎，出咗呢個進攻區，仍然要翻去重新組織攻勢。23號落傳俾左邊嘅 Cafino， 將佢打入去啊！然後咧另一邊啊有球員入去搶到波，呢度會唔會有一個犯規咧？冇錯啦，球證已經舉咗手啦。仲有一個，因為個波仍然喺 TB 手中啊，所以球證未吹呢個犯規嘅。好啦，咁會唔會喺呢個 penalty 度？好啦，咁我哋睇下犯規球員應該係空拋傾斜球員啦，冇錯啦。98號啊 ，Journey， 一個2分鐘人多打人少嘅機會 ，TBC 究竟可唔可以再一次把握到呢？即係話係俾空拋傾再一次咁樣化解呢？呢度11號 Donald Chow 將個波擺喺上面，傳俾底度，依然係用盡可能咧用上面啊去組織攻勢啊。咁呢度見到啦，非常之勤力啊！76號 Jonathan Dirk 將個波咧打出去呢個進攻區，令到咧 TBC 又少啲時間啊，打呢個5打4啦。好，傳俾中間度 Hugo Fan， 中間自己中間切入，拍咗下球證有冇示意？冇示意嘅，球證繼續比賽。傳俾中間又係啦，利用上面嘅球員咧，哎呀，可惜呢度小失誤，仲未甩到波。哎呀，想解圍不遠啊！去到中間上面會有一個施射嘅地波。哦，守門員傾好啊，做得非常之好啊！呢個波咧，我相信咧TBC 嗰個戰術啦，通常想喺一個上面一個射波，而從中間咧改變方向，或者當守門員手出彈翻出嚟嘅時候執 V 棒，但係咧空拋傾斜冇俾呢樣嘢發生喎。另一個中間嘅施射彈出嚟有 V 棒，混亂之中究竟邊個揾到波先呢？可以見到 Hugo Fan 嘗試用呢個 backhand， 可惜啊，打唔到。一個解圍傳出嚟，25號 Wiston 傳到俾中間 ，Johnny Chok 攞到波，嘗試向邊路去發動進攻，行咗入去，非常之有耐性啊！慢慢睇清楚啲隊友，呢度轉過嚟。會唔會揾下上面有冇人呢？上面係冇人嘅，自己轉翻嚟呢度。會唔會做側邊有個施射咧？有冇人喺守門員前面擋住咧？傳喺中間，非常之美妙一個組織啊！可惜啊，最後一個完成啊，嗰個下爭少少啊，個波去側邊，依然再嚟多次，又係喺上面做咗一個中攻勢，傳俾側邊。可惜側邊冇人，結果咧呢度俾空拋傾斜 ，Mandy 攞到波，上次喺中間入攝，做兩交動作，一個施射，可惜斜出。76號嘅 Jonathan Dirk 將個波擺翻落去入面，6號嘅 John 攞到波，依然個波依然喺空拋傾嘅手中啊！雖然佢打少過，但係依家咧進攻得非常之凌厲啊！傳上嚟又係 Jonathan Dirk， 又係一個起手，球證吹停比賽，睇嚟啊有一個 penalty， 冇錯啦 ，TBC。26號球員啊，有一個犯規，
咁咧 KPK 嘅犯規咧得翻3秒嘅啫，咁就即將咧會KPK 會有一個 power play 嘅情況嘅。咁啊，當呢個 TBC 落後緊1-0嘅情況下，睇下點樣可以抵擋呢個，睇下點樣處理呢個penalty kill 啦。咁啊 KPK 嘅喺龍門後面打板出咗嚟一個傳中，咁啊又係交俾6號嘅球員，咁啊但係可惜今次又過唔到 TBC 嘅球員啦。但係因為 KPK 咧而家係 power play 嘅情況下人多，咁啊一個C4啊，咁啊但係可惜唔中目標，去咗龍門後面。咁啊而家 TBC 一個大棍解圍，咁啊打咗前場，咁就守門員就 cover 咗個 puck 啦，咁啊有一個 face off 喺前場區。咁第3個 period 啦，啱啱好過咗一半啦，時間仲尚餘6分鐘。咁 TBC 咧仍然係一個人係一個少咗一個人嘅劣勢啦，就又做咗1分20秒嘅。咁啊頭先啊 TBC 就把握唔到佢哋人多打人少嘅攻勢，咁空包 Kings 呢邊咧可唔可以相反調翻轉，就佢哋把握到呢個攻勢，令到佢哋入多1球咧？空包 Kings 左路順勢進攻，76裝翻對，傳翻俾側邊，佢哋中間嘗試會一個施射，哇2個 drop pass， 非常之一個花巧嘅2下傳球啊！呢度喺後面，哇非常之咁 aggressive 一個 forecheck， 可惜仍然都俾 TBC 出到波出嚟，傳俾中間，雖然有少少危險啊，但係已經傳波俾91號嘅 Johnny Paul 攞到波喺度幾下盤球啊，可惜咧過唔到啊，30號嘅 Mandy 呢度攞波又係啦，雖然中間傳咗俾中間，哦可惜啊傳咗俾原來傳咗俾空包 Kings 隊員喎，呢度傳俾呢度。一個3打嘅情況啊，可惜啊，空拋 Kings 有少少啲球員都冇乜力啊，去咗換人啦。呢度又係見到佢嘅90號 Johnny Paul 嘗試中間，然後分俾側邊嘅 Hugo Fan， 嘗試射俾，可惜俾咧3號 Mandy 攞到波，側邊一個 turnover 攞到波，又係再解圍啊！咁其實咧見到咧空拋 Kings 嘅戰術都非常之明顯啦，就算打多一個人啦，都不斷咁將個波解圍。但係呢度Mandy 過咗2下，會唔會側邊咗個施射咧？傳到中間，哇！俾11號東超波到，空拋 Kings 14號球員啊，阿 Ken 咋 ，OK 入第2球啊！咁啊睇到由 KPK Matt Lee 啊30號球員，咁啊一個傳中，雖然防守球員有少少攔截咗，但係仍然俾 KPK 14號球員射入。咁啊，將比數拉開至2-0啊！咁啊，見到啦，慢鏡啦 ，TBC 嘅球員啦，回防啊，有少少慢啊，令到個 V 板彈出嚟咧，係冇人去執，令到空拋 Kings 有機會咧，把握到啲人哋嘅失誤啊，就再入1球啦。咁啊 ，TBC 而家啱啱好啊，啱啱啊 call 咗一個30秒嘅 timeout， 睇下佢哋咧有啲咩去嘅戰術啦，令到希望可以剩翻呢幾分鐘咧，可以追得翻2球啊！咁有時 call timeout啦，除咗係可以俾球員之間去溝通啦，講緊等陣嘅戰術啦，亦都係俾你一啲重要嘅球員，可能頭先已經打咗好耐噶啦，一個喘氣嘅機會。呢個球員非常之可愛啊！11號 Donald Chow 啊，見到佢啊，佢個背脊個名啊有一個笑哈哈喺度。好，呢度又係空拋 Kings 傳俾中間，係冇錯係一個 offside 嘅。咁啊，比賽時間最後4分鐘啊，咁唔知最後賽果會唔會係仍然係 KPK 以2-0咧？咁啊，即將就會知道㗎啦。咁4分鐘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啊！頭先講真，第1球啊，空拋 Kings 入嘅時候啊，都只不過係比賽嘅11秒。咁啊，冰球啊，速度咁快，睇埋呢球先，傳2球，傳俾中間，可惜啊，中間啊 TBC 嘅球員咧，俾空拋 Kings 嘅防守球員咧頂住一支棍啊！呢度啊，非常之勤力啊，望住一個假動作，咗咧，空拋 Kings 嘅球員咧撞喺塊板度，個波漏咗中間。有 TBC 球員啦，攞前攞波，嘗試行向中間行啊，打橫行咗成條路都仲未過到入去。
決定咧將個波打入去，然後再入去搶波。呢度啊，77號嘅 Apple 將個波打喺側邊，俾6號嘅 John 嘗試一個盤扭啊，但係咧失敗咗，所以決定利用速度行喺中間起手。非常之漂亮嘅撲救啊 ！TBC 嘅守門員啊 ，Martin 啊。咁啊，冰球係一個節奏咁快嘅一個球類運動啦。其實咧，3分鐘真係可以發生好多嘢嘅。你話追兩球係絕對有機會嘅，所以咧 TBC 千祈唔好放棄。咁都係咁講啦，空拋 Kings 一樣可以再入多兩球嘅，所以咧係啦，要繼續留意啊。呢度25號 Wiston 大棍傳咗上前場啊 ，drop pass 有少少誤會喎呢度 ，Hugo 飛將個波打喺後面，留6號嘅 John 攞到波一個 break away 起手。咁啊，成個近柱咁啊，俾守門員擋到。頭先啊 ，TBC 啊喺呢個臨入進攻區嘅時候有少少失誤同埋有少少溝通嘅錯誤啊，將個波打翻去後場啊，令到咧空拋 King 有一個 break away 嘅機會。咁比數因為2分以內啦，時間剩翻2分鐘內咧，我哋都會停鐘去處理嘅，即係每一次球證吹雞嘅時候咧，都會停鐘，確保咧比賽咧係會足2分鐘去打嘅。去左路進攻，大波入鬆啦。傳去遠處，可惜俾中間截到，但係咧仍然都係個波喺 TBC 嘅棍下。呢度攞波中間嘗試一個施射啊，又係 KPK 嘅血肉長城啊，都每一下咧都好多人喺守門員前面咧去幫手去 block 呢個 shot 嘅。個波喺側邊，仍然啦，個波喺 TBC 中間有冇人啊？中間一個灰色衫嘅球員都冇。誒，中間呢度有轉身一個起手，有個 V 棒啊，可惜啊，仲繼續去一個窄角度嘅施射，可惜打咗去側邊。個波仍然喺進攻區度打翻入去，個波冇錯啊，過出咗藍線。哎呀，呢度有球證有冇吹雞？冇，係啦，繼續比賽繼續正常。呢度空拋 Kings 繼續。咁啊，比賽剩餘1分鐘啫。咁啊，一個大棍解圍啊，咁啊一個挨成啊。咁啊，睇到頭先 KP 一個血肉長城啊，擋住咗 TBC 一個猛烈嘅攻勢。咁啊，仍然有2球嘅優勢領先緊啊。好，咁而家會喺 TBC 嘅防守區有一個飛梭，咁啊 KPK 攞到，咁啊打去前場龍門後面，咁啊仍然保護住嘅，咁啊睇下揾下有冇人去傳先，一個施射，咁啊越門而過，咁啊仍然喺龍門後面，咁啊睇下而家 TBC 喺最後呢個攻勢一個大軍喺前場，咁啊冇挨成嘅，咁啊但係都係俾人化解咗啊！咁啊又到 KPK 嘅一個入咗去2打1，咁啊一個試射，咁啊 Madly 射入，咁啊喺最後時段，咁啊拉開至3比0啊！咁啊雖然睇到 KPK 其實今場整體上咧進攻上咧就比 TBC 少，但係每一次嘅進攻咧都相對上有效喎。咁我頭先都想講啦，就係空拋 King 嘅防守區嘅時候做得非常之好啊，確保啦TBC 咧係冇人喺龍門前面啦。咁就算有人前面咧，空拋 King 嘅防守球員咧都會喺佢哋嘅射門嘅一個路徑上面咧，所以你會見到咧空拋 King 其實咧好多嘅 block shot 咧都做得非常之好，亦都減輕咗守門員嘅 King Hall 啊嘅負擔嘅。咁當然啦，King Hall 喺呢個比賽仍然都非常之出色啦。咁啊，最後好咁3節就已經打完啦。咁啊，最後空拋 Kings 以3比0啊勝出贏得呢個 Asian Sea West 嘅冠軍，恭喜晒！咁啊，即將會一個頒獎典禮㗎啦。咁啊，呢個比賽其實都僵持咗好耐啦。雖然咧空拋 King 其實一開始佢哋咧11秒就已經領先1球啦，但係第2同第3個入球咧都係比賽嘅比較後段嘅情況先至出現嘅。
咁咧中間啦，TBC 雖然失落咗一球啦，但係中間咧亦都非常之勤力去進攻啦，但係咧亦都唔係好好咁把握到啊。而當中咧亦都有1至2個人多打人少嘅機會啦，都係冇幫到 TBC 咧去入翻一球去追和嘅。咁相信咧呢個咧都令到 TBC 嘅球員嘅士氣有少少低落。咁空拋Kings咧又將呢個機會把握得非常之好啊！喺守得非常之好嘅情況下啦，喺第2、第3節啊，就一段有啲非常快啦，同埋都幾入肉嘅反擊啦，造就咗之後嘅2個入球，斷定咧呢場比賽嘅勝局。咁你又見到啦，又係我哋香港5人冰球錦標賽嘅 signature 紅帽仔又再出現啦。咁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啦 ，Mr. Hammond Hong, Co-founder Grammetric Biolytic Intelligence Limited， 仲有 Mr. P.Y. Liu, General Manager Sita Hong Kong AI Dreams Limited。咁首先頒發 Asian C 嘅亞軍。咁都要恭喜TBC 咁經過1個禮拜嘅激戰啊，咁進入咗 final。再一次恭喜 TBC 啦，得到 Asian C West 嘅亞軍。再一次恭喜空拋 Kings 成為 Asian C West 嘅冠軍。
咁啊，即將會頒發呢個個人獎項嘅。最佳守門員啊，係 KPK 60號 King Ho。最佳後衛 Teams KPK 30號 Matt Lee。咁 Matt Lee 啦，都係為咗呢場比賽喺呢場比賽啦，得到1個入球同1個助攻嘅。咁啊，為KPK 啊，風跑 Kings 啊，斷定呢個勝局嘅。最佳前鋒 Teams TBC 24號 Hugo Van。最後頒發 MVP。好，最有價值球員係 Team KPK 嘅6號 John Pina Laquifa。咁多謝我哋嘅獎品贊助啦，有喜療妥及喜療吧嘅產品，仲有 K-Swift 嘅贊助嘅 coupon， 仲有海洋公園贊助嘅門票，仲有 Round the World 贊助運動背囊，同埋 SATA 贊助嘅舒達記憶棉枕。再一次恭喜 Asian Sea West 嘅冠軍隊伍 Team KPK。好，咁各位觀眾咧就唔好行開住啦。咁轉頭翻嚟咧會有一個有獎問答遊戲嘅。另外之後咧會上映呢個 Women 嘅 Final 決賽 ，Abu Dhabi 對 WeHo Elite。咁千祈唔好行開啦，一陣，我哋休息一下。